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引起到肺炎的疫情，引起全世界大家拢头壳摸咧烧。中国专家评估讲，疫情10天内是上界严重，到新历2月初6了后，就是关键的时间。也有专家先想位好的去评估讲，元宵节情形就会较改善。不过香港的专家就无遮尔乐观，认为讲这个疫情可能也会继续3-4个月。咱台湾的学者认为讲，台湾上界重要防疫的关键就是这1-2礼拜。武汉肺炎继续在烧，真侪国家拢已经出现病例啊。台湾确诊的人数嘛增加到第9例。比较之下，中国大陆控诉的专家却对疫情的控制真有信心。他现在出现的病例啊，都是他在一个潜伏期以前感染的。我们近期的工作，围堵工作收到了一定的效果。预期的话呢，在正月15左右，是吧？我觉得应该是基本上没有了。症状很小的，还没有潜伏的，我们只能说是他是潜伏的带病毒者。但是潜伏的带病毒者，他有多大的传染性？现在还是打个问号。独对轻症感染者，是不是会造成大规模的传染，较无把握。不过，包括卫健委甲疾病控制中心的专家学者，对病毒上长的潜伏期14天来推算，大部分拢认为疫情到2月初8，也就是元宵节的前后，就会当豆豆好起来。不过，香港大学研究结果却无遐尼乐观，评估到4-5月才会来到上高峰，因为国内随着确诊的人数增加，甚至有家庭族群的出现，什么时阵？也是防疫关键期。封城之后，对于整个武汉的疫情，或是其他省市的疫情，是不是有逐渐的影响啦？那我猜应该是这样子。那对我们其实比较没有关系。接触到这个新型的冠状病毒的几率有稍微下降，我会认为对我们目前其实的风险会有下降，但是我们不敢松懈。强调中国大陆的情形甲台湾无相共，不过重点也是要看病毒传开的强度。以目前国家的科学家对着武汉肺炎 RO 值的推算，是伫咧1.4到3.8之间，也就是每一个患者平均会传染给1.4到3.8个身躯边的人。但这甲 SARS 上大的无共是，因为轻症甲无症状感染者较侪，恐惊嘛有可能会互防疫出现闹交的情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